堪布你好，我是来自韩国。我的韩国朋友坐在后面，但是他没有麦克，所以我替他提问。他是韩国大安佛教曹溪中的一个佛教协会的一个职员，然后他有3个问题要问你。问题很简单，第一个问题是佛陀最重要的教法三法印当中提出诸法无我，我是不能永远存在的。那么藏传佛教当中转世者我们该如何理解呢？第二个问题是，基美彭措仁波切圆寂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转世？在圆寂时有没有遗言？说何时会来转世？最后一个问题是，因为他是大安佛教曹溪中的佛教协会的职员，所以他想问，如果他邀请您来韩国讲法，您会前来吗？谢谢。第一个问题，三法义当中的我，其实跟那个藏传佛教的转世护法呢，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三法印当中的这个诸法就是无常，然后我最后就是讲一切万法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寂灭。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用最究竟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我不存在不管是活佛的我、平凡人的我、世间的人、韩国人的我、藏族人的我，全部都不存在，因为这个我照不到的。怎么照不到呢？我希望你如果有时间看看这个就是佛教的中观，那中观当中专门破这个人我和法我。就我人我和法我，那这个时候确实所谓的人和我呢不存在，这是觉知万法实相的这个层面的一种理论。在这个时候，我是确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活佛也好，出家人也好，还有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韩国的这个佛教协会也好，这些都是在实践现实当中，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层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活佛的转世也存在，那么这个韩国佛教协会也存在，那么台湾这个大学呢，就是也存在。那真正的实相当中的话呢，不单是我不存在台大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你也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我要真正被剖析的时候不存在。就像我这个麦克风在现象上是存在的，但如果我要分析它的时候呢，这个麦克风只是一个很多的微尘原子分子组成的，到最后就它也不存在的。所以佛教的无我是讲它的一种实相，讲它的一种本体，并不是讲是一种现象。所以你所问的一个是现象上的问题，一个是实相上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现象和这个本质。这是不能搞错，就是本质是空性的。佛陀并没有说是我们的现象也是空性的，不然我们今天在这里听法干嘛？发菩提心干嘛？就没有必要的。但是他没有说是本质上是这个发菩提心，空性当中发菩提心，没有这么说。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误区在这里，就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法王清美彭措呢？这个实现缘起就实现圆寂，今年再过1个多月的时候，已经10周年了。就是然后我们属于他的这个弟子的话呢，有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确实也是很悲伤的。像我们实践的一些离开这个父母离开亲人的时候，有没有感情呢？就是有感情，但是呢。作为一个上师这个离开，那么就是留下来的这个弟子呢，在某种意义上面，好像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凄凉的，就像一群孤儿就是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的感觉。所以我也在想，如果真正的这个上师成员再来的话呢，那多么妙不可言的事。但是确实，上师要接近圆寂的，大概是2个月前呢。在法会上面就说他说过，我往生极乐世界，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我往生之后呢，你们不要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给我照转世就是
我还没有离开49天，还没有49天过完的话，给我认定一个转世活佛不合理的，就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但上师的预言呢，他也并没有说是永远也不会来，就是没有这么说。如果机缘成熟的时候呢，我想上师如意宝的转世化身呢，就是应该会来的。但是机缘什么时候的成熟呢？就是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谜。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只要这个祈祷上师的时候呢，我想是上师是永远也是没有离开的。就像妙法华严经里面就是讲到，佛陀就是虽然实现就是离开了这个世间，但是实际上呢，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佛法呢就是从来没有这个离开，就是佛法不会有阴谋。所以我今年呢就是为了这个怀念就是上师如意宝因为我也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已经在上师如意宝身边，就是大概是前后的是接近20年，就是做了这个18年的这个翻译。就是后来我今年就为了报答，就是让很多人知道，就是上师如意宝的一些深深的现在的一些人呢容易接受的有一些教研，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是不离，就是这个不离呢，就是可能大概后天的时候呢，就是正式上市。就是所以说这个我想上市呢，如果对他有信心的话呢，上市的智慧和慈悲呢，我们随时都是可以得到。就是这就是可能上市。我自己认为，我今生当中不一定见得到上市的再次的这个肉身，但是即使没有见到的话呢，上市所留下来的这些教言呢，实际上就是发生上市。原来上师如意宝圆寂之后呢，也有很多大德也是说过，就是上师的教言就是上师，就是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第3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韩国就是韩国的话呢，因缘成熟的话呢我也可以来，但是因缘能不能成熟呢，我也不知道。谢谢你。好。